我話你知，有一次我上網更新選民登記資料，個網頁明明揀咗繁體中文界面，但係最後出嚟嗰個確認頁面同電郵全部變晒英文，嚇到我以為撳錯切。你知唔知啊？選舉事務處呢類機構而家嘅規定係要跟翻你揀嘅法定語文去同你溝通㗎。佢個系統咁樣無端端彈咗個英文版本出嚟，好可能係後台預設定有問題，隨時會令到一啲唔熟英文嘅選民錯過重要通知。即係話你絕對有權要求佢哋確保所有正式通訊都用翻你指定嘅中文。所以大家上網搞掂之後，記得一定要檢查清楚嗰個確認信息係咪中文，如果唔係就即刻 cap 圖，然後 send email 俾選舉事務處，要求佢哋更正翻你嘅聯絡語言。唔好以為有得佢冇所謂，到咗選舉前收錯語文嘅投票，通知卡盞搞到自己手忙腳亂。你話呢啲細節位係咪好易中，但又一刻就醒唔起？